得等多久啊？大家请稍安勿躁，因医者或许在路上了，稍等一下。新月今日怎的这个时辰还没来？我在想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这里有些号牌，各位且先拿着，明日凭号牌按序来诊。来，明日。娘子，我虽你高烧不退，昨夜已抽出2次，可否提前给看看？实在无能为力，不妨先去找其他医者瞧瞧。苏姐姐，怎么办？你先在这儿守着，我去萧府打探打探。这点小事，难得到我？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愿与我说？说有用吗？也不能改变什么。你，但我问心无愧。没人气。他需要休息，需要静养。萧郎君不善说谎。这是萧家的家事，我只是担心他的安危。无需多虑。他若安好，我自不会插手。如今医馆人满为患，新月若再不现身，人心一散，医馆便撑不起来了。医馆之事暂且可以搁置。昨日新月为你熬制膏药时，我劝他离开萧家这个是非之地。你可知他是怎么说的？他说他想替你守住萧家。我想二位的情分应是经得起风浪的。医馆倾颓，尚可重振。错过的良人，终成遗憾。言尽于此，望萧郎君好自斟酌。殷娘子呢？不是说好了今日开诊的吗？我妹妹的咳症昨夜又中了。对呀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殷娘子家中有些急事，今日暂且停诊，我们会尽快恢复出诊。诸位请先回。若有急需，可去仁安堂寻医抓药。怎么好啊这？哎，走吧。今日女科馆还真是热闹，沈大人可真是好福气。只是有时候这风头太盛，怕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会长，此话何意啊？难道沈大人不知道您夫人和那殷家女共同开了家女科馆？何况身为女子抛头露面去行医，还办什么女科馆？外人皆道是善举，其实这内里不过是强占货源、聚众敛财罢了。
若还不收手，只怕来日御史台的谭章就要递进宫，说您纵容家眷，败坏风气。唉，两位怕是说笑了。内子虽是出生于商贾之家，却是知书达理、贤良淑德，不输任何世家女子。想必这其中定有什么误会吧？他怎么找来了？你个贱人！我说送去江南的信为何迟迟没有回音？原来你躲在长乐坊里呀！放开我！你这样与那世间老夫何异？出去了些时日，胆子越发大了。啊！撕开医馆，败坏沈家门风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我的仕途都被你毁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要与你和离。什么？和离？你可知你自己在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我要与你和离。再让你这么下去，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了。跟我回去！再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出事。沈渊不会善罢甘休，这医馆也未必保得住。我们先想办法让新月脱身，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嫂嫂这肌肤气色真是越发靓丽了。这还多亏了殷娘子。只是可惜，新月现在自身难保，怕是以后难为阿嫂调理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嫂嫂，实不相瞒，新月这些时日想是和未婚夫君有了摩擦，已经有好几日没有出过门了。尚书夫人近些日子似乎身体不佳，遣人来府中求取安神方。你们之前见过的呀？嫂嫂的意思是，若能借为她调理之由，或许能让萧郎君松口。我可没这么说，这是你认为的。谢谢嫂嫂指点迷津。你去尚书府递帖子，我再去趟萧府。看来女科馆不止。郎君方才是说好？没错，我正愁见不着户部尚书，正好他前去，替我引荐你儿。郎君正愁找不到台阶，既然苏娘子这么说，正好顺着台阶上。看来郎君是把我昨日的话听进去了，那便多谢郎君成全。你什么时候能改了这嘴快的臭毛病？
你说，尚书大人与萧伯父的死有关？此前一直找不到新的线索。父亲临走之前，尚书大人曾遗嘱他追查什么事，所以我想与他见一面。我帮你。这么干脆？若不查清萧伯父的死因，怎能还我阿叶的清白？尚书夫人生性多疑，又阴晴不定的，若是治不好，反而会被视为江湖骗子。女科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名声也会被破坏，还可能送上性命。你就不怕？怕什么？怕的话就不要治病，就不要救人。我身为医者，若因自身安危就袖手旁观、畏首畏尾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再说，他若是敢害我，你就将我劫走。是你太天真，还是太看得起我？我是真天真，也是真看得起你。以后好好说话。郎君，已经查到了，女婴是封交易的湖上首领叫苏尔曼。女科馆刚开没多久，郎君和殷娘子假扮夫妻去明月楼救过林娘子。是他？萧兄，上座。来来来，相聊甚欢啊！嘿，站住！你是何人？为什么从郎主的房间出来？我走错了。你胸中是何物？我说了，我只是走错了。走错？你以为我这么好糊弄？你想怎么样？把你怀里的东西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萧兄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看看啊。我同你一起去。走，把东西交出来，快点！住手！不得无礼。郎主，怎么回事？刚才看到他偷偷摸摸的从你的房间里出来，亲也看见了吗？哼，这里只有一个房间，你还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？阿农，怎么回事？回禀郎君，属下找错了房间。胡说！他在说谎！你胸口的东西是什么？肯定是从郎主的房间里偷出来的。哎呀，萧郎君，你此次前来与我合作，我敬的就是你是长安城中有名的富商。但现在看来，你好像对我另有所图啊。苏兄此言，是不信任我了？哎，萧郎君，此言差，这说的是哪儿的话？萧兄，你若以诚相待之我，我绝对以诚回报于你。让你的兄弟把胸口那信纸拿出来，咱们看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苏兄倒是谨慎的很啊，也不怕伤了和气。萧郎君，你若如此等小事都不愿配合的话，你叫我如何安心与你合作呀？没想到苏兄的眼里，我们萧家这么不值一提。老农，误会了，
这信中所提的都是此次我想跟枭兄商讨的事儿。哎呀，误会了，误会了呀！我诚心诚意待你为上宾，哎，提前拟好了合作细节。为了此次合作，不惜让利3成，没想到却换来如此的猜忌。别，枭兄，哎呀，是我的错。我呀太紧张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呀。这样，咱们呀回下家，有酒有肉，有娘子相伴。我让我的人向你的人道歉，好不好？不必了。今日此桩，怕是再难合作。哎呀，别！哎，枭兄，你们中原有句话叫“不打不相识”，你放心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不信任的事情了。咱们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嘛。啊，也罢。苏兄，可要好好检查检查房间内，以免以后丢东西再找我小家。不，放心吧，枭兄，以后这等事情再无可能了。你就是我就是你，咱们如亲兄弟一般啊！雅典请，走。哎呀，走吧！闻着像是波斯的香料。是，夫人这病来的凶险，怕是不治之症。殷娘子，可是觉得太医此话有何不妥？儿还未诊脉，不敢妄言。只是仅凭丝线隔帘探查，便断作不治之症，未免太草率了些。那既然来了，便上前来诊治吧。宋太医，夫人可否一观舌苔？可否再让我一探眼睑？得寸进尺。夫人莫怪，只是悬丝诊脉，格杀望气，虽是规矩，但儿已以女子之身进了夫人身侧，自是要看得更加仔细些，方能不负夫人信任。你小女子倒是挺有胆识。那说说，都看出些什么了？夫人每至子时，必心悸难寐，伴手足发麻；晨起时，夫人会头晕目眩，恶心欲呕，还会食不知味。那依殷娘子而言，该如何医治呢？现下只能断症，还需夫人让我能查看下府中水土，与夫人的饮食起居，方能辨明病因，还望夫人准许。去吧。你可知这官有多名贵？娘子莫惊，我只是奉夫人之命查验这府中状况，恐怕影响药效。娘子可知这紫色灰烬为何物啊？不知道，要是不会治，就赶紧走，莫要在这府中搅浑水。
娘子这手指颜色似乎和这香灰颜色如出一辙啊！我每日照料这些花，手指染了颜色有何稀奇？娘子啊，你说这夫人房中的熏香，会不会是一种慢性的毒药？你日日与她为伴，可有不适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若是寻常熏香，与其他草木灰烬倾倒出府便是，却特地寻了一处僻静角落，将这紫灰掩埋于花下，掩人耳目。我不知道。娘子这些时日可如夫人一般，头晕心悸，夜间多梦。若再不说，待夫人药石无灵，你便会随她入黄泉。这香可是来自波斯，这我不清楚。用了多久？为何要用？3月前，夫人因为小产，日日梦魇，不知从哪儿得的这香，分之可安神定魂，具有奇效。可是后来见夫人日日离不得这香，便让你中途换了它。此后，夫人便日渐虚弱，神志昏沉，淤毒七脉而不自知。谁命你这么做的？我不能说，若是泄露了半句，全家性命难保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今日子时，夫人若再心悸，可命侍女开窗，辅佐3息，明日便可见效。这大唐最好的医者都在太医署。姐姐这病拖了如此之久，怎的能让一个不知打哪儿来的胡乱诊治？可儿刚以为夫人失真，若是现在换了医者，需撤熏重新引气，否则反伤元气。此香是姐姐难得求来的，安神定魄，怎可轻易撤去？你一介女流，也敢妄言医理？他诊脉说的丝毫未差，你懂什么？有事吗？没事便退下吧。是。针灸服以草药，3日便可见效。那就依你所言。夫人，这熏香虽然名贵，却是隐病之因，切记不可再点了。那若这3日，若3日后没有见起色，而必当亲自领罪。只是这上书，你说。只是这3日，若是有人对夫人的饮食起居动手脚，比如这位嬷嬷，奴冤枉，奴不敢。但是这位来历不明的娘子，怕治不好您，才血口喷人呐。而没有妄言。夫人舌紫黑，为淤毒内蕴，理应脉沉涩，而非服乱。2者相悖，必有隐情。病症正是这香所致的。放肆！你当自己是何人，竟然离间我府中上下？我只是病弱，上长钟溃，岂容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？夫人明鉴，儿只是不愿见世间女子现病痛而不作为。而知深宅后院风起云涌，难辨忠奸，而前来只是为了一句良知。罢了，今日当你没来过吧。送客。这夫人这高烧来势凶险，脉象符数又兼有沾雨，可确实找不到病因。老夫不敢轻易下药啊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难道眼睁睁看着他烧坏身子？去找医者。夫人，医者。
脉象虽乱，却不失根底。此症看似高热沾瘀，实为欲毒内攻，阻塞心窍。住手！你来路不明，擅自施阵，拦住他！留闪失给我过来！你们竟敢在尚书府中行此卑鄙之事，殴打朝廷命官，监视尚书府中女眷，你们有几个脑袋能掉？若再不施救，恐上级看板！主人，分明是风热入淫，你不明缘由，怎可妄自施针呐？你们二人少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！滚！滚！事急从权，还望夫人饶恕尔等越矩行为。都起来吧。殷娘子，来我身边坐下。殷娘子啊，没想到你这身边还有侍卫。谢他。也是有勇有谋，有胆识，有医术。唉，可惜是个女子啊。心智与才学，从来都不在裙钗与冠带之间。夫人亦是女子，亦能执掌辅政，明辨是非。好一张巧嘴！那日后，我的身体便交于你了。下毒之人，应该就是尚书府的周小娘。燕哥说这香料来自波斯，但不知来处。你且替我查一查。这护视器和运输器，是我从苏尔曼手中拿到的。尚不知深浅。这苏尔曼为何要对尚书府下手？或许这一切，只有见到了尚书大人，才会有答案。亦或许，这背后还有别的势力。假如……你是想说，假如是我阿耶设计假死布局的这一切？我是说，假如若不是这一切的背后，早已有人布局，何以至此？你既知他未死，就没想过这局棋早就已经布下了。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阿耶杀人了还假死，你会信吗？
你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的前程，我苦心经营的一切才会毁于一旦。自以为救世济人，殊不知祸从口出。青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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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叫全城的印者来！萧云舟，意外，意外，真的是意外。你哪一次不是意外？你先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，看看。收益。学令有言，妇人学艺，唯限闺门之内。你倒偏喜这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。男子可为，女子为何不可为？我不但要学，我还要学通经义、律法、算术，总之就是哪一门都不落于人后。好，请待。我阿爷来了，你快走，别跟王爷担心。你依旧就想如初，可你我之间，却早已不似当年那般莽撞。你醒了？你没看见吗？你昏迷了3天3夜，香儿匕首未伤及脏腑，但需要静养1月。我自己来。心月，他怎么生气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莫不是因你不爱惜自己，才如此动怒？他动不动怒，与我何干？这次你就听他的吧，医馆自有我们2人照看。你如今这般，便是连针都拿不稳，又如何为尚书夫人施针？苏姐姐，你怎么也向着他说话？没有，他还活着，萧景逸亲自将他一路抱回了房间。多晒晒太阳，有助于恢复。我自己可以，你实在不必。既然平安回家了，往后不可再离开我的视线。家。烫。好。凉了。那你睡一会儿，看好他。是。你们家郎君吃错药啦？
娘子不知，郎君守了您整整3日3夜，一刻也不曾合眼。苏姐姐，心愿医师也回不来，不如我们先寻一位医者来应急，这样也能分担心月的压力。这世间，你又哪能寻得第2个能看带下病的女医者？寻不得女医，男医不行吗？女子患疾乃是私医，又岂能让男子近身问诊？一些寻常病症未必需要近身。女科馆停诊，你让那些苦等求医的妇人又要何去何从？纵是男子，若是能手理持重，医术精湛，又有何不可？此事还是要问问新月的意思。若有医者来，可问他3个问题。手怎么这么凉？这些男医，娘子患疾，又以夫命为先，人都要断气了，还谈什么夫命啊？若世间疾苦全因礼教为枷锁，那与见死不救何异？请坐。若遇一妇人月事不准，或前或后，伴腰腹冷痛，须先辨何症，后需用何法？变为寒凝血瘀症，可用温经汤加减温通包公，散寒活血。若兼乏力，加黄芪补气，助气血运行。宜孕4月妇人，小腹坠痛，不敢告知家人，该如何安抚？如何诊查呢？都是胎气渐长，气血略滞所致，非必急症。诊脉时，取格杀脉诊，询问起居饮食，望舌苔，观面色。若诊出胎气不安，又会如何与他的家人沟通？就说胎气略有虚浮，是孕期常见情况，可能是因为近日劳累或受凉。开一副安胎饮，许卧床静养。欢迎加入女科馆。敢问郎君姓名？加入女科馆？不是你来应征的吗？在下司向庭，家父收人钱财，于仁安堂闹事，还诬陷殷娘子医术不精，逼得殷娘子以身试药，实乃昧信之举。我在外游学未察，近日得知此番，特来登门谢罪。那你刚回答的那么详尽，因为娘子问我了。不是你坐这儿了吗？
不是娘子让我坐下的吗？不知此人是真傻的可爱，还是聪慧过人，故作迟钝。可惜，不知郎君。我愿留下。如此甚好，我们必对郎君以诚相待。月事或隔3月，或旬日即至，伴胸胁胀痛。江南女子多劳作，气血流通，可服用逍遥散，疏肝解郁。但长安女子多居深宅，虽无饥寒，却有预热内蕴之弊，需换用郁金3钱，既行气又凉血，再添女贞子，滋肝肾。司郎君不愧是四处游学的医者，妙啊！我不过是爱到处跑，学的东西杂了些。没想到燕哥还这么好学。夫人，别来无恙。你们干嘛？放手！你们干嘛？哎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我要和你和离。和离？哼！你可知自己是谁的人？这身主母的衣裳穿得可脱不得。今日我若不带人走，那明日便被整个长安笑掉大牙。你休想再碰我一根手指！我苏影宁死都不会跟你回那个火坑。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！哼，好啊，那我便砸了你这医馆，看你还拿什么嚣张！动手，给我砸！不要！不要！住手！圣人脚下，已经行此暴行，等长安没人管了。废话，给我打！别打了，住手！不要打他！别打了，住手！够了！我跟你回去。不可以，苏姐姐，他狠毒成性，现在跟他走就是自投罗网。倒是把你忘了，上次就是你在巷子里暗算我，把他们俩一起带走。走，走，你们，慢点。元昭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好。你还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。夫人，儿有一事相求。说来听听。沈园带人砸了我的医馆，掳走了我的好姐妹苏姐姐与燕哥，求夫人出手相助。此事牵连官员众多，我为何要助你呢？若我说我能助夫人将下毒之人处理掉，夫人可否出手一救？你倒是说说，这一把匕首如何揭露真相呢？还请夫人带周小娘来一问便知。可还认得这把匕首？我从未见过这把匕首。这匕首上的花样是江南独有的银鎏金工艺，全长安能有的人家屈指可数。我记得去年你生辰的时候，我记得夫君特意给你定制了一把铁器，好像就是一把匕首。夫人冤枉了，真的不是我。这匕首
这匕首我已遗失了好些日子了。刚刚还说这匕首不是你的，现在又说丢了。不如带夫人的侍女前来对质，你为何会对我痛下杀手？夫人饶命，是周小娘逼我的，她给了我50两银子，还抓了我阿姨，让我换了您的安神香。你胡说！我何时给过你银子？你这死丫头，血口喷人！你一无娘家财势，二无私有财产，所有的银钱支出皆来自府中。查账，一查便知。夫人，我没有，是姨娘子挑拨离间，她定是记恨我与她有隙，才编造这些谎话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却对我痛下杀手，是怕我查出你下毒的真相。你难道忘了，那晚你杀我的时候，可是亲口对我说，是我把你的前程给毁了。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夫人，我错了，我是被朱友蒙了心，听了他人的挑唆才下毒夺权。我赐姨娘子是怕她揭穿我，在府中待不下去。求夫人看在我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饶过我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夫人，你下毒谋害主母，持刀伤人，按律处刑，带下去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生来就是尚书夫人锦衣玉食，还有人捧着？我兢兢业业伺候你3年，却连个正经名分都没有。要是你挡了我的路，夫人好像并不意外。神府这暗牢只有这一个守卫，一会儿等守卫开门，你就把这些辣椒抹到他眼睛上去，咱们趁机逃出去。有没有人啊？快来人啊！快来人！快来人啊！来人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苏娘子中毒了，你快来看看！来呀！愣着干什么？苏姐姐，苏姐姐，快来！苏姐姐，快走！快！苏姐姐，快走！苏姐姐，快走啊！苏姐姐，苏姐姐，苏姐姐，你先走，找人来救我！你快走啊！你快走今日我在此昭告街坊，沈园就是一个丧尽天良、宠妾灭妻、对妻子拳脚相向、私自囚禁我女科馆的人。干什么的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沈园纵奴行凶，殴打医者，毁我医馆，私自囚禁我女科馆的人。今日若不放人，明日我便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你们沈府是如何为非作歹。一个女流之辈，竟敢在此嚣张！阿郎行事，岂容你质疑？来人，把这疯妇给我轰走！住手！大理寺办案，我看谁敢动他！我管是谁的夫人，我要你死！哎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有官府批文吗？这是官员内院，岂是你们随意撒野的地方？苏毅和林彦哥在哪儿？我这个人做事向来不计后果，如果你不知道，就给我滚！
但如果你知道，不告诉我，耽误了我救生，我就会把你五马分尸，给他们陪葬。在地牢，其他我不知道。带路，压着他。是。沈然他跑不远，必在暗道内。苏姐姐，苏姐姐，走。走。你个贱人，还不跑！燕哥，燕哥，燕哥，苏姐姐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受苦了。来，山道跑了，应该还有别的密道。心月，你的衣服我没事，走。你怎么了？走吧。心月，心月，心月，心月。娘子是因患处撕裂，没有及时的处理，导致疮痈脓溃、突发高热，还有什么？娘子中毒了。怎么可能？如今之计，只有暂时吊着她的命，就看她能不能挺过这几日了。主母放心，无色无味，断然不会有人察觉。去看看。是。不要，阿姨不要，阿姨。没事，没事。哟，姨娘子身体如何了？心月，心月，医者，医者，快叫医者！云州，你拿着这个线网去京兆府找我阿修，让他务必请宫中最好的太医来。怎么了？快去啊！姨娘子命在旦夕，你还在想什么？阿诺，阿大娘子说的错。哎，她一个下人，我阿修怎会理会？云州，姨娘子的性命要紧，你快去，快去呀！可否让我一试？
如今沈园已不足为惧，府中有人照应。二位娘子可暂且留在府中。有二位娘子在侧，他也能开心些。多谢郎君。已经准备了2间厢房，给苏娘子和林娘子歇息。阿农，替我好生照应着。是。